BFS DSE 2022 MC 第29題，咁呢一題咧有62% 嘅考生答啱嘅，就問大家咧呢個企業咧截至到2021年12月31號止年度嘅淨利係幾多？咁其實咧呢個試算表咧，當然如果你睇真啲嘅話咧，佢嗰啲嘅餘額咧都係放錯咗嘅。咁但係其實咧，佢放錯呢樣嘢咧就唔係好關第29題事啊。第29題咧，首先大家要背咗計算淨利嘅公式先啦。咁其實淨利咧就係毛利加其他收益減費用。咁所以首先大家要去寫翻毛利點樣計啦。咁咧睇翻上嘅資料咧，毛利咧就係銷貨減括號期初存貨加購貨減期末存貨計出嚟嘅。咁大家留心咧，上高咧都已經即係顯示咗嗰個嘅期末同埋期初存貨俾大家㗎啦。咁大家塞翻啲數字落條公式嗰度啦。咁今次咧其他收咧，大家要留心嘅咧就係呢個嘅購貨折扣2500蚊啊。咁同埋有呢個嘅費用咧就係7800蚊嘅。咁當我哋咧塞翻啲數落條公式度嘅話咧，就會計到純利係33100蚊啦。